大家好，我是贝龙。知道不使用紫装和暗金装的平民旋风斩，可以很轻松打通100阶大秘境。如果你的雕纹等级不够高，可以先打80阶或90阶就好。等后续拿到各的摧残护手以及拉玛兰蒂的杰作，到时候直接用在这套配置上，这样100阶大秘境就能随便打。至于技能循环，除了要一直按着旋风斩之外，其他技能 CD 到了就可以直接使用。另外，因为我感冒还没好，讲话会很想咳嗽，所以后续的配置我不会另外录音。请大家一定要看画面上的文字注解。大方向就是暴击几率、怒气恢复和人物资源上限这3个词条能拿就要尽量拿。双手钉锤的词条也一定要选武器伤害，而且旋风斩使用的武器也要设为双手钉锤，这样再配合等一下的文字注解，玩起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接着就开始看配置。